咁石岐區呢一個陰陽御神咧，佢嘅配套其實亦都係石岐經濟總部入邊嘅一個地段嚟嘅。佢嘅整個 location 其實帶俾我哋嘅享受咧，亦都可以滿足到我哋。首先，依家目前大家都關注緊嘅地鐵口啦，雙地鐵口嘅一個佈局啦，有兩個嘅。近嘅話咧，有一個400零米就可以到達嘅一個旗杆新城站。跟住仲有一個咧，大概係1公里範圍嘅一個石岐站。咁雙地鐵口咧，對於各位老細想要關注翻呢一種有價值地段嘅，可以作為一個參考點。除此之外咧，佢最近嘅就係我哋右手邊目測步行啊，依家目前直線距離應該係200米就可以到達嘅旗杆實驗小學啦。呢邊係雙省一級嘅一個小學標配嘅。咁另外咧，仲有我哋重點中學石岐中學啦，年年升保高率咧，亦都係相當之高嘅一個中學嚟嘅。咁睇翻下呢一個大門嘅設計啦，佢做嘅係一個酒店式嘅一個設計嘅，就相當之醒目啦。咁如果後期翻嚟咧，就環繞式咁樣入翻到我哋地下車庫嘅，就唔使話停喺出邊淋雨嘅。咁整體嘅一個格局咧，就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咁我哋入翻去入邊再睇下。號稱實用率145嘅陰陽御神終於面世啦，半個月嘅戰績咧，亦都係 OK 嘅。目前觀測到佢網上網簽數據咧，已經將近100套噶啦。隔離兩個4代宅咧，相對嚟講係會有翻啲壓力嘅。咁點解佢會受到大家嘅歡迎呢？咁網上咧對於呢個樓盤咧嘅評價係褒貶不一嘅。咁具體係點樣呢？我今日已經嚟到現場噶啦。首先睇翻下呢一個產品咧，從佢嘅名稱嚟計咧係有少少諧音嘅。如果普通話咧係叫做先陽御城，四川嘅第一個喺翻我哋中山嘅4代宅項目，但係喺四川咧已經有10個建造4代宅嘅一個經驗噶啦。咁目前在嘅呢一個位置係屬於1樓嘅。我哋會發現翻依家所有4代宅咧，其實都係從1樓開始起建，將地面進行抬高嘅。1樓沿用翻佢嘅會所啦，大部分用嘅係相對比較現代嘅一個豪華 feel 嘅。咁佢嘅游泳池就係喺翻呢一個位置噶啦。跟住咧，再行入少少咧，就會睇翻下。咁喺會所呢邊咧，沿用咗，亦都會有翻恆溫游泳池喺度嘅。咁睇翻下啦，整體嘅感覺同翻其他2個樓盤嘅恆溫游泳池就旗鼓相當嘅。咁呢一個片區咧，目前係屬於佢嘅一個洽談區嘅。咁以後咧，呢度都會成為一個會所嘅一個設計。咁依家人太多啦，我哋簡單數下就 OK 啦，保護翻大家嘅一個隱私度喺度嘅。咁整一個屋苑咧係用咗酒店式設計，所以你會發現佢好多嘅一個叫做牆體啦，包括裝飾啦，都係偏酒店化嘅感覺嘅。咁我哋上去2樓咧，就係從呢個地方上去噶啦。樓盤佢係打造出一個24小時都有送餐服務嘅一個配套啦。日卡夜酒，即係你晚上喺翻佢嘅中庭度去飲酒，白天咧喺嗰度去飲翻咖啡，都直接配到翻俾你噶啦。咁我哋2樓出翻去咧，最大嘅亮點係乜嘢咧？點解佢賣得咁好咧？可以好直觀咁睇翻樓間佢係贏晒嘅。呢個 view 一眼望，佢嘅縱向深度將近有70米到80米嘅，佢嘅一個橫向最遠嘅距離咧有200米嘅，所以喺4代宅3個目前4代宅嚟計啦，佢係贏晒嘅點咧。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睇翻下佢嘅一個我哋所謂嘅一個，即係睇翻下我哋佢1樓嘅一個佈置啦。我哋總共再賣嘅話咧係有2個嘅，一個咧係屬於119平方，一個咧係屬於153平方。咁仲有一棟樓佢係未有再賣嘅，即將可能都會開放板房俾大家睇嘅啦。呢一棟咧係未有發售嘅，樣板房做緊啦。咁呢啲未有發售嘅就先唔賣關子啦。咁如果後面出咗，我再隨時更新翻佢最新嘅一個會員信息啦。咁啱先講到嘅日卡夜酒嘅位置咧，就係呢個位置啦。咁其實我哋行翻到呢個園林嘅感覺啦，現代少少，冇咁奢華嘅感覺。但係佢4季花嘅呢種 feel 咧係 OK 嘅。嚟望翻下就係前面呢度啦，就係呢個位置。咁呢度俾大家更多嘅就係話花園，唔單止係路過嘅，更加應該令到人咧沉浸其中嘅感覺，就係呢一度啦。咁呢啲特別多嘅水景咧，目前新樓睇落去
係 OK 嘅。但係日後如果係物業管家嘅維護咧，做唔做得到，保唔保持得到咁好咧？咁真係要睇翻呢個開發商嘅一個後期跟唔跟得上啦。咁再望翻下佢嘅呢一個外立面啦，你會好明確睇到一樣嘢，佢除咗樓間佢夠闊之外，佢係從其他4代宅嘅一個借鑑當中設置咗隱私性係達到咗，我覺得係應該係保護性係最好噶啦，因為咧佢係完全錯層嘅，你唔使擔心話有一啲即係叫做學翻之前傳統嗰種我樓上望樓下嗰種感覺嘅。咁依家嚟到119方嘅1樓咧，佢係做咗2個設置嘅，一個係會所，一個係小朋友放學嘅4點半課堂空間啦。咁其實對比翻龍湖建華咧，你會發現佢嘅一個配套翻俾你嘅會更加豐富少少嘅。咁當然啦，可能係喺佢原有基礎上去做咗參考，所以你依家望到嘅事實係比佢更加多啦，多元化嘅。咁我都希望話呢啲目前睇到嘅嘢咧，日後喺真正業主入住咗之後，亦都可以做翻到俾大家嘅。咁我都係嗰句啦，你俾到依家展示嘅，你一定要履行到位先 OK 嘅。咁4點半課堂咧，其實就係依家越嚟越多家長所需嘅啦，因為小朋友放學早啊嘛。咁你如果係放學早冇地方去，或者想要佢有一個環境喺度，我覺得 OK 嘅。咁呢度都係佢嘅一個我哋叫做會所之一啦。咁你睇到嘅就係小朋友玩嘅地方真係多嘅，佢將以前戶外嘅放翻喺1樓之後咧，真係可以實實在在多翻好多嘅一個睇書啦、遊玩啦，包括我哋一啲休閒嘅地方。其實呢個真係有啲似我哋以前考試咁間開咗嘅，係咪啊？哇！你咁相信呢個係119平方嘅入戶花園嘛？足足27個平方咁大，即係啱先我哋未開拍嘅時候坐喺度感受咗一下，你真係區別於喺屋企嘅嗰種舒適感，即係好似出咗去戶外嘅一種感覺。所以你話依家4代宅咧，俾翻一種居住唔同嘅體驗咧，真係做得相當好嘅。咁另外咧，對翻佢嘅一個戶型嚟計咧，呢一個119平方，實用145平方，睇翻下整個客廳非常之大同埋方正嘅。咁呢一度係佢嘅一個餐廳位，呢個 view 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就係佢偶數層啊，佢呢一個位置可以做個推窗見入戶花園嘅感覺，係比較正嘅。咁呢個位置咧，就後期可以自己做翻一個做一啲酒櫃啦，同埋一啲學佢類似咁樣板房嘅一個展示嘅。廚房位咧，其實就簡單睇下啦。廚房位佢係做咗兩邊一致嘅一個廚房，帶咗生活陽台嘅。咁依家目前好多4代宅咧，其實冇帶生活陽台嘅。不過咧，就相對嚟計咧，佢嘅一個空間感咧就唔會話太大。咁陽台交俾你嘅時候咧，佢係全部封晒起身嘅。你可以理解成係冇陽台啦。但係當時我哋未開盤之前咧，其實好多人就冇陽台，佢嘅感覺得唔得啊？會唔會唔好睇啊？但係從佢嘅網簽數據，今個月已經去到咗28套㗎啦，應該好快破40套嘅。咁應該從數據上嚟計，大部分人接收到。咁你接唔接收到咧，就睇翻你自己啦。呢一個位置後邊，如果你係住嘅人係2到3口咧，你可以考慮將佢做成套間，因為佢係公共衛生間嚟嘅，所以佢呢邊連接翻出嚟咧，可以日後做翻一個客房啦，或者係長者房都係冇問題嘅。所有嘅戶型咧都係朝東南位嘅一個朝向。咁我哋呢一個係示範單位，就唔係交標嘅。交標我亦都影咗佢嘅一個圖片、視頻，後面需要可以自行同我去攞啦。咁睇翻另外一間次臥，次臥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常規化嘅一個次臥嘅，未有擺翻佢嘅衣櫃。擺翻衣櫃之後咧，就中規中矩啦，唔算話太大。咁佢呢一個位置就做翻咗一個功能間，或者係做翻咗一個書房咁嘅一個設置嘅。咁如果我哋係需要叫做後面去跟翻自己嘅一個自己嘅愛好啦，需要做房又得，做呢種又得。但係佢嘅交付實際係一埲牆，佢係可以剝咗佢嘅，因為呢啲牆咧佢係可以自己去調整嘅。重點睇翻下佢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咧係我個人覺得贏晒目前市面上其他4代宅嘅。第一個，佢嘅整個闊度係市面上目前嚟計係最闊噶啦，因為佢可以
連通到嘅，雖然冇陽台，但係佢嘅露台一樣會有一個6米挑高嘅。咁挑高呢一度咧，可能鏡頭就比較難展示啦，因為個空間其實係幾靚下嘅。或者我哋退後少少啦，然之後你再睇一睇，退後少少之後，慢慢咁樣望翻下上面。當時睇其他4代宅佢冇做呢個雨棚嘅一個展示啦，咁依家做咗展示之後，以後落雨咁我可以遮風擋雨嘅點就係喺呢個位置啦。種翻啲花花草草，有翻射水位係 OK 嘅。咁佢嘅深度咧，其實如果對比翻啱先我哋之前去睇過嘅4代宅咧，佢就可能如果再擺埋一個換鞋嘅位置喺度咧，可能就冇翻嗰邊咁深嘅，但係亦都係比較 OK 嘅一個空間感嘅。衣帽間係真係大，唔係講笑。衣帽間入翻去呢度之後，有翻個主人間喺度。咁呢一個咧，只係119平方，實用嘅話咧，標榜190，咁我哋再打個8折啦，咁應該去到170，加埋入翻27個平方係冇問題嘅。咁我哋再睇翻下更大少少嘅153平方嘅個戶型啦，就好啦。咁我哋嚟到153平方嘅呢一個屋苑樓下啦。咁其實153平方咧，總共就得2棟樓嘅，所以貨量單位都好少下喺度嘅。咁呢一個153平方咧，佢下邊係做咗一個會所，係用於我哋聚會餐廳嘅一個使用嘅。即係你睇到呢啲帶廳字嘅，其實就係後面用作於我哋有屋企人多嘅時候過嚟食飯啦，佢就會可以俾個場地俾你去使用嘅，坐嘅地方、飲茶嘅地方、食飯嘅地方、廚房。係啊，呢啲全部呢啲沙煲罌罉呢啲全部都齊晒喺度嘅。咁入邊呢度飲茶區啊，全部都有嘅。打麻雀嘅地方，佢係滿足咗我哋好似真係需要去有翻啲親戚朋友嚟嘅時候咧，做翻一啲唔需要出門就可以解決嘅會所功能間俾到你嘅。呢一個係真係越做越好啦。咁依家嚟到嘅咧就係153平方嘅呢一個入戶花園啦。153平方咧，比119平方嘅花園更加大嘅，大咗有5個平方到32個平方嘅入戶花園。所以你睇翻佢擺翻一個飲茶區啦，做翻個小花園啦，再包括做翻呢一個吧台嘅設計啦，真係非常之令到我心動啊！就包括我太太睇完都話：哇！之前睇過某個樓盤覺得幾好，但係依家呢個樓盤好似呢度仲正喎。咁所以呢度咧真係要睇翻你哋對應到後面嘅一個設計啦，好考驗你嘅呢個銀紙嘅問題嘅。咁我哋入翻到呢度啦。咁第一個步入式呢度佢係做咗4間房，咁有2間係套間嘅。咁步入式嘅呢個位置咧，佢係屬於一個我哋擺啲儲物櫃啦。咁呢度亦都係我哋嘅一個食飯區位嚟嘅。咁佢對比翻啱先嘅119方咧，佢明顯咧，即係呢個位置嘅空間感係更加闊落咗嘅。整個客廳7米長，所以你睇下佢咁方正嘅一個客廳咧，俾到你嘅 view 咧係一入嚟就好大氣。但係都係一樣嚇，佢係封窗嘅交付啦，所以你要接手到嘅。咁過翻嚟呢一個位置咧係廚房區域啦，廚房區域係做咗一個7字形嘅位置。咁呢一度雖然佢整體係細咗啲嘅，我係真係覺得細咗，但係佢好處都係會帶翻個生活陽台。咁如果係你呢一個區域做翻個中廚，你後面需要再喺度擺翻，唔使參考佢呢度嘅話咧，再擺翻個西廚位咧，呢一排做翻一啲烘焙嘅，同埋我哋烤爐焗箱嗰啲係完全 OK。咁我哋先睇第一個套間啦。第一個套間咧，其實入翻嚟你會首先第一感覺，佢係真係同翻我哋常規100平方主人房冇乜差別嘅。先入翻去佢呢一個衣帽間睇一睇，同埋佢嘅係大套間嘅，入翻去整影俾到大家睇一睇先啦。係咪啊？同我哋正常常規100方咁上下嘅一個戶型係冇乜區別嘅，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套間啫喎。咁我哋再入翻呢度，原本咧佢係4間房啦，佢呢一個位置剝咗大概1/3嘅牆體喺度嘅。真正交付俾你嘅時候咧，佢係真正係會封埋咗做一個正常嘅房間嘅。咁我哋入翻嚟睇翻呢個區域啦。OK， 咁我哋再睇翻呢個係公共衛生間。其實衛生間就真係唔算大，153平方嘅衛生間咧，其實細咗少少嘅。但係咧佢嘅一個廚房位有生活陽台咧，呢個值得彈一彈嘅地方，亦都要讚下佢。咁呢度就係佢另外一個次臥，佢因為飄窗位咧係全部可以剝晒，跟住挨翻去佢嘅窗位之後咧，咁你呢一度空間即使做咗衣櫃，佢都係足夠大嘅。
咁呢一度記得後期你睇下，如果覺得廳仲需要擴大，做翻雙廳位，就一個係比較好嘅示範設計嚟嘅啦。咁我哋最後睇翻主人房啦，主人房呢一度係一個套間，套間其實深度係夠，但係如果對比其他4代宅咧，你會發現佢係冇浴缸嘅，而且咧係得一個洗手台喺度嘅。咁你話如果從改善嘅角度嚟計咧，佢又會相對弱翻咗少少喺度啦。咁主人房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就係佢嘅寬度真係無敵㗎啦！你睇翻下呢一個感覺，除咗衣帽間之外，仲有埋化妝間，咁大個玻璃俾你做採光，真係正，唔係講笑。咁呢邊兩排一邊男主人一邊女主人，或者係冬天同埋夏天嘅衫咁樣分開去放，我覺得真係設計得比較好嘅。咁呢一個戶型咧，佢係有一個露台喺翻我哋嘅房間出翻嚟嘅。咁呢一度咧，要同你哋去簡單咁講下嘅地方就係佢嘅呢一個樓層啦，佢有分偶數層同埋基數層。所以咧，如果你係買嘅係一個叫做偶數層，佢嘅露台位就係喺呢度嘅。咁如果你買嘅係基數層咧，嚟從呢個角度會望得翻上去。佢係喺另外一面嘅，亦即係佢可能喺一入嚟佢係中間位嘅，所以呢一個戶型咧，如果係你揀，我建議性你實地過嚟參考下。如果我個人感官覺得，從佢入戶花園，包括呢一個露台嘅空間使用，偶數層係比基數層咁值得你去先優先考慮嘅。咁最後再總結翻就係呢一個樓盤咧，四川陰陽第一個喺中山嘅4代宅，但係已經係有翻10個4代宅嘅建造經驗，所以佢俾到我哋嘅園林景觀、樓間距同埋樓下嘅會所係真係目前嚟計啦，我可以俾到比較好評嘅一個俾佢。咁呢啲俾到嘅公建配套咧，背後即係需要物業嘅一個跟上以及維護力度。咁呢樣嘢咧，亦都係我哋需要時間嚟去驗證嘅。咁至於價格方面咧，目前從開盤到依家係16000到22000之間嘅一個價格。咁所以咧，大家真係唔需要急，因為3月份嘅小陽春咧，仲會有一波更加直觀嘅優惠活動俾到大家嘅。咁大家依家咧可以先連接翻 Terry 我，到時候先帶大家嚟睇睇。如果開發商一有乜嘢實時嘅大劈價活動或者一啲相應嘅一個活動咧，都可以再作考慮嘅。咁我哋下期見，拜拜。